男女授受不亲，以后这层楼只能我陪你来。没有了。怎么了？突然想到，我和志勇哥小的时候来这里看星星，还在城墙上刻字呢。我去找找。看，还在这里。这个沉鱼小君就是我，这个永生至尊就是志勇哥啦。也不知道当时都在想些什么。这城墙是朝廷所建，他不该带你来胡乱刻字，毁坏公物。哎呦，当时年纪小嘛。男女授受不亲，以后这层楼只能我陪你来。可是你不也是男的？我是青青的哥哥，自然也是你的哥哥。此地风凉，别待太久。此地风凉，别待太久。这句话我好像在哪儿听过。此地风凉，别待太久。你怎么啦？没什么，走吧。尉迟哥哥，你的家也不在这个方向呀。我送你回家，万一那个光头又来找你麻烦呢？我可不怕他。再说，你也不能时时刻刻保护我，我可没那么娇贵。这个给你。这什么呀？好漂亮！这是我驯养的萤火虫。萤火虫还可以驯养啊？只要你放出一只流萤，它就会来找我，立刻领我到你的身旁。那我以后可以随时见到尉迟哥哥了。当然，无论何时。谢尉迟哥哥。一定要记得放萤火虫哦。嗯。我这是怎么了？大半夜不睡，一直想着人。